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安，邀请大家点台湾看世界，用台语来了解国际台。日本政府17年以来第一届升息，虽然有讲认为这是升息无公介强，不过中小企业贷款的成本确实提悬。有军专业者就讲，疫情才拄过，要来拼振兴，即马煞来升息，这资金恐惊会真困难。日本央行19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护0.1%，调悬到0%至0.1%。这原来是日本政府17年来头一届相关利息。分析认为，日本央行也是会用慢慢相关利息的手段，不过相关利息的速度比美国慢真济，在中小企业家的眼内，也是一个未实的压力。こういったテーブルですとか、カーペットすべて取り替える。49岁的社会政治家立木关规农村温泉乡关系真深，伊的家族参加这个所在温泉旅馆的经营，在300年前就开始。自从30年前日本经济变差，国家后来疫情的打击，规农村的温泉产业都垂落来。一寡旅馆关门倒店，建筑破损牢固。社会政治看到疫后的商机，决定重新开业。こういった問題を解決しないことには本当の意味での日本の再生はできないのかなっていうふうなことを常々思っております。不过重新征收旅馆的店面爱开真济，社会政治估計可能都愛開5億日票，差不多是超過1億台票的資金。ビジネスですから厳しい目で、投資するにも見なきゃいけないんですけれども、なかなか投資ができづらい。お金の調達ができないという状況になりかねないと思います。日本业者关心贷款利率，台湾旅游业者是一直在看日票的汇率，在汇率波动造成成本增加的情况下，团费都可能起价。不过呢是日票回升的幅度无大，应该都会影响旅客去日本的意愿。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先看日本产经，日本央行宣布讲结束负利率的政策，嘛是17年以来第一届升息，代表讲这通货缩hạn的政策过一段落，这货币商量政策要行向正常化。再是《朝鲜日报》2023年上新世界城市生活成本调查公布，食用上届上重的是香港。再来是新加坡，南韩的收入是排伫咧第16名，物价比伦敦甲东京搁较悬。Times 报道，英国的凯特王妃自从去年耶诞节破病开刀了后，都无公开活动，一直是到最近才去互民众翕到，伊甲伊的翁婿为了王子，伫咧徛街附近买物件。再来是《纽约时报》联合国的粮食安全报告讲到，加沙的北部有一半人口，大约101万人要其失当，恐惊自5月开始，会爆发历来上届严重的饥荒。最后是《华盛顿邮报》，美国到目前也有咧使用一款叫做温照棉的物件，敢若就是造成因每一年会有4万人着癌死亡原因，但是宣布讲要全面来禁用。继续来看，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和美国总统拜登两人昨是通电话讨论加沙战事。纳坦雅胡是讲绝对会甲哈马斯灭掉，加上拜登是警告，莫一定硬要出兵，甲场面愈甲愈来愈歹收煞。嘛要求讲，这以色列爱派代表团来美国来听加沙战事的相关报告。因为加沙战争关系紧张的美国总统拜登，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第一个过过了后，10月总算头一届通电话。The president emphasized his bone-deep commitment to ensuring the long-term security of Israel, and he affirmed, as he did in the State of the Union, that Israel has a right to go after Hamas. 拜登甲纳坦雅胡顶一届通电话已经是2月15，甲用过每一天或者是每一礼拜通电话来比，双方的关系有较降温。美国甲以色列领导人互动冷淡。原因出伫两国最近对加沙战争的态度无啥共款。在8电话当中，拜登搁一届警告纳坦雅胡，伫无充分疏散百万百姓准备之下，以色列军方向攻入去拉法，会造成灾难。But a major ground operation there would be a mistake. It would lead to more innocent civilian deaths, worsen the already dire humanitarian crisis, deepen the anarchy in Gaza, and further isolate Israel internationally. 白宫形容这场会谈是公事公办，不过嘛强调讲，美国未减少对以色列的援助。
若那回答的细节，纳坦雅胡是无加讲，不过强调讲会提供必要的人道援助。 שוחחתי הערב עם נשיא ארצות הברית ג'ו ביידן. דיברנו על ההתפתחויות האחרונות במלחמה, לרבות המחויבות של ישראל להשיג את כל מטרות המלחמה. חיסול החמאס, שחרור כל חטופינו, והבטחה שעזה לא תהווה יותר איום על ישראל. תוך כדי מתן הסיוע ההומניטרי ההכרחי, שמסייע להשיג את המטרות הללו. 美国甲以色列双方已经同意以色列会派出一个由军事领导人组成的高级代表团去华府会谈。会谈进程，以色列军方未对拉法采取行动。不过，就伫同一天，以色列军方搁一届攻击加西北部，少数要伫运作，收容几百个百姓的司法病院。以色列军方讲，已经消灭20个枪手，查到武器甲伊爆炸的物件，还有提供予哈马斯的现金。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 今仔美国前总统川普顶礼拜替候选人来做讲，所讲到非法移民根本就不配做人，根本就是动物，还着党内人士嘛惊甲拢总跳出来，跟出面来赔清。而且川普伊个讲，伊若是无选调，全美国就会去互人用火来洗过，用火来赎罪。拜登嘛批评伊这是咧宣扬政治暴力。 确定得到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资格的前总统川普，在落地俄亥俄州的万达利亚市，特别选联邦参议员的生理人莫雷诺徛台做讲，因为拜登政府和汽车工会伫电动车议题意见无同。川普伫这个全美国第2大汽车制造州，是抓准中国汽车的这个话题来做发挥。 If you're listening, President Xi, and you and I are friends, but he understands the way I deal, those big monster car manufacturing plants that you're building in Mexico right now, and you think you're going to get that, you're going to not hire Americans, and you're going to sell the cars to us. Now, we're going to put a 100% tariff on every single car that comes across the line, and you're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sell those cars. If I get elected. 头前这言论是互伊的支持者一直拍破啊，但是扫落来讲的这话，所互共和党的竞选募款大就是笑袂出来，较紧赔清。 Now, if I don't get elected, it's going to be a bloodbath for the whole. That's going to be the least of it. It's going to be a bloodbath for the country. That'll be the least of it. 一点报章的做讲，川普国以唔是人，根本就是动物来形容下过美墨边界的非法移民。讲起参加华府国会暴动、封定罪坐监的犯人是人质，个因受到真恐怖的对待，伊真紧就会来解决这个问题。川普话讲了是愈来愈少，提司机边仔的工作人员是一直下手提醒伊照过来念，但是伊手撇的就讲伊根本就袂感觉安怎，佮讲伊想要安怎讲就安怎讲。但这一大堆激进佮煽动的言论，随着传去华府去啊，拜登的竞选团队是批评川普是在宣扬政治暴力，是想要让国会暴动的事件搁一摆出现。另外，川普的前副手潘斯加登刚伫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面对国家，对川普人质的讲法表示无法度接受。We have a number of examples of Trump supporters taking his words literally and/or seriously. Most notably, on January 6th, he tweeted to his supporters telling them to come to the protest saying, "We'll be wild." And then he gave a speech encouraging them to fight and resist the counting of the Electoral College votes at the Capitol. And people took those words seriously.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今仔应用核武威胁，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是替奥斯卡电影《奥本海默》来警告，讲即马核武风险是历来上界悬的。今仔美国甲日本嘛提出决议，讲任何国家拢袂使甲核武送去太空。不过另外一方面，罗西亚普丁早在顶个月就宣告讲，因有反卫星的核武能力，要甲核装备射去太空。北韩的金正军同款是无咧甲信道。继续去看因的火炮部队超大型的火箭发射成果。得到第96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等等这项奖项的电影《奥本海默》，是在讲美国物理学家奥本海默伫参加研制原子弹的过程。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18日安理会因这部电影呼吁各国裁军，而且警告讲，人类是无法度伫奥本海默的第2集内面活落去的。Nuclear weapons are the most destructive weapons ever invented, capable of eliminating all life on Earth. There is one path, and one path only,
that will vanquish this senseless and suicidal shadow once and for all. We need disarmament now. 美国和日本18嘛向安理会提出决议，敦促所有国家禁止在太空部署核武，各国有义务完全遵守1967年的外太空条约。但在宣布这项决议进前，2月北京就已经证实罗西亚已经有反卫星武器的能力，只是还未正式使用而已。Russia's nuclear threats, let alone any use of nuclear weapons in the context of the situation in Ukraine, are absolutely unacceptable. Russia and China have remained unwilling to engage in substantive discussions around arms control or risk reduction. What's more, both countries have defended and even enabled dangerous proliferators. 另外一方面，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报道，领导人金正恩在18是亲身指导西部地区的炮兵部队，进行设定会当砍规的朝鲜半岛的超大型飞弹射击训练。日本共同社16日指出讲，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差不多50粒北韩的弹道飞弹，和罗西亚用来攻击乌克兰，造成24个人死亡，超过100个人受伤。乌克兰检察总长办公室战争罪部门的负责人别洛索夫讲，分析在战场找到的北韩飞弹的残骸，发现这种罗西亚在使用是北韩制造的飞弹，品质会使讲是真低，精准度嘛干那20%尔。公司新闻新乐部的编译。咱国的友邦海地乌岛是规原规党，拜又搁发生有乌岛杀死百姓，上无10副的尸体都直接拍伫街路的事情。因为即马局势混乱，机场嘛封禁，嘛无飞行机咧飞，有人是甘愿规划，嘛要逃走去隔壁国多米尼加，求一个安心之处。查某人抱囡仔，看到互人杀害亲人，话拢讲袂出来。另外一个受害者亲属是靠家强的风气。咱国友邦海地的首都太子港正乱的局势，无因为总理亨利请示平静落来。当地时间18，乌岛走入去2个高级社区抢劫，佮乌白杀害百姓。因离开时阵，街路至少多10外具遗体，经常那亲像人间地狱。海地总理亨利宣布落台已经1礼拜，首都无政府伫管，百姓加点一天都有危险。太子港机场逐天拢有旅客来等待。Je suis venu pour me marier, j'ai séjourné dans un hôtel, mais je n'avais pas un gros budget pour rester aussi longtemps. Mon budget était centré sur mon mariage, ensuite je devais retourner travailler. 这个旅客伫美国工作，头家甲警告，若做1个月内唔转去上班，就会无头路。暗过目前航班全部取消，护航唔知何时，空运无法度出去，一寡都离开家园的海地人行陆路，无过会互人赶走风险，想办法进入邻国多名人家，其中袂少是囡仔。Lately, there are more Haitians crossing. We have always seen it, but now we see more, and we see many children in the street. These children have no way to survive in Haiti, and many parents are sending them here. 名义知影非法嘛要入境，都是希望找到一个安全徛起的所在。不过多名人家一向无欢迎海地的难民，最近阁升关边境警戒，嘛加强追捕非法的移民。非法移民若做互抓到，会关伫拘留中心，无偌久就互人送去正下通风不良的卡车。开5点钟的路途，再过到边境，加赶转去海地。虽然国际社会呼吁多名人家接纳海地的移民，不过多名人家政府是讲，赶人的行动符合国家的安全政策，因嘛无法度斗相共。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继续来看南美洲的古巴，是对3月开始，大部分的所在一天拢固定爱停电，停超过14点钟，这是引起民众的愤慨。今日因的总统是下推讲，这拢是美国来恐怖分子咧背后变鬼变怪。美国这边嘛批评讲，这种的指控有影是真含糊。几多百位民众伫咧路的规定大声喊讲，要伫电加食物。古巴第2大城圣地亚哥17出现正罕见的公开抗议，因为当地大部分的地区伫到3月份了，逐天拢停电超过14点钟。佮加上食的食物、燃料甲药品欠甲真严重，互古巴的紧张局势愈来愈严重。¿Realmente el gobierno es capaz o no de frenar esa tasa? Esa respuesta no me la sé, pero es el mayor encargado de hacerlo, porque si no es él, si no son ellos, ¿quién lo va a hacer? El pueblo no lo va a hacer, el pueblo no puede hacer eso, el pueblo no tiene cómo responder. 美国自1960年代开始经济制裁古巴，自从新冠疫情了，
1100万人口的古巴，更加拄到空前的经济危机，引起创纪录的人口外流，有超过40万人移居到美国。今年2月份，古巴政府第一遍向联合国要求斗3工，希望伊当提供牛奶粉，给因国家内面7岁以下囡仔。古巴总统迪亚士卡奈伫社群媒体证实，确实有抗议活动。因故意批评这是来自美国的恐怖分子，正伫咧破坏政局的稳定，呼吁爱维护宁静祥和的气氛。古巴外交部也指责美国透过大使馆干涉古巴的内政。It's a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It's a violation of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Diplomatic Relations, and therefore the embassy is stepping outside of its boundaries, and it needed to be called for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behind these protests in Cuba, and the accusation of that is absurd. 古巴的通膨正严重，官方讲已经到30%，不过实际数字恐惊是更较悬，这样造成古巴的批数大幅度暴跌。政府3月甲燃料的计价提悬5倍以上，互古巴人民的落地啊更较严。美国国务院是强调，发生抗议反映古巴的严重局势，希望古巴当局唔通行暴力加无公正的拘留，并且尊重古巴公民和平集会权利。公司新闻陈伟林编写。过来看，伫咧英国伦敦有一栋大楼壁顶有画一片青，就敢若破绽共款。原来这是为着大楼头前即张无叶仔的树仔，为着要互伊看起来较活气的，所以就画这叶仔来甲装塔。就敢若咱人食老地鸡头毛共款。出名的壁画大师班克斯嘛讲，这的确就是因的作品。咱做伙来看卖。这张只敢若树身甲树枝的树仔，怎么有了青色？虽然毋是真正的树叶仔，也过互这张树仔加正有生气。这幅作品上起初互人发现时阵，就因为伊的风格，互人又讲是英国造病大师班克斯的作品。背后班克斯也伫咧社群媒体证实讲是伊的创作。壁画是出现伫咧伊斯灵顿自治区芬斯伯利公园路边一栋建筑物的壁面，社区民众正意外也正欢喜。英国工党前任党魁科宾讲，正欢喜看到家己这个人口上密的地区有班克斯的作品。Already, it's put us on the map. Finsbury Park has got a Banksy. 捌伫咧 BBC 第4台主持过班克斯故事节目的主持人皮克讲，建筑的白色画壁顶头喷着真侪青色，甲伊斯灵顿议会标志的色水同款，而且这区也是绿化上少的区。This has got a very strong eco message, like the person in the stencil. Perhaps when we find a built environment that hasn't got a lot of green and natural stuff in it, that perhaps we should try and make it more green and pleasant. 伊斯灵顿议会讲，社区造病程度小组有注意到这幅作品，也过未甲伊清掉。目前知影这张树仔是樱桃树，树龄差不多40到50冬，无啥健康，也过会继续养护。这栋建筑物的业主乔治欧讲，这么厝是空掉的，想要出租，伊将这幅作品留来，互大家欣赏。班克斯一般拢是伫咧上会当接触社会大众的层面，比如讲壁面顶所在展示家己的作品，也讲一寡社会发生的代志。公司新闻吴文玲编写。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刚，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